金融糾紛調解中心於2012年雷曼事件後，由特區政府、金管局及證監會共同出資，以非牟利機構形式成立。中心嘅主要職能係保障金融產品及服務嘅消費者，當有金錢爭議嘅時候，協助金融機構同消費者以調解或者仲裁嘅方式，便捷而簡單咁解決問題。我哋提倡先調解，後仲裁，申索人亦可以選擇只調解或只仲裁嘅方案。調解中心嘅架構有三大部分，包括有制定政策同監察運作嘅董事會，負責篩選調解員同仲裁員嘅遴選委員會，同處理投訴嘅紀律委員會及紀律審裁組。中心亦劃分為財務行政、糾紛調解、傳訊三個部門。除咗管理同執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亦大力推廣調解及仲裁嘅服務，增加市民對解決金融糾紛嘅認識同埋信心。根據調解計劃，所有由金管局認可或領有證監會所發牌照嘅金融機構都係我哋嘅必然成員。市民一旦同呢啲金融機構有實質金錢損失嘅爭議，而你係以個人、獨資企業或小型企業申請，即為合資格申請。一般嚟講，如你嘅金錢損失不超過港幣100萬，得悉自己損失時間唔超過24個月，並已向金融機構進行書面投訴，就可以向我哋正式遞交申請。中心喺接受你嘅申請之後，首先會預約調解員，喺取得你以及金融機構代表同意調解員嘅履歷後，就會定好正式調解會議嘅日期。喺三方一同會面之前，調解員亦會事前喺另一日正式會議前單獨面見你同金融機構代表，了解事件經過同埋雙方意見。喺調解計劃規定內嘅正式調解會議，雙方都唔可以派法律代表，包括內部律師出席會議，以促進各位真誠而公平地溝通。若你嘅爭議時效超過24個月，或者金額大於港幣100萬，只要雙方同意，同樣可以向調解中心申請調解或仲裁。我哋服務嘅申請費係港幣200蚊，基本調解為4小時，調解收費介乎港幣1000至2000蚊。事實上，金融機構同樣要為調解或仲裁服務支付費用。市民同金融機構嘅付款比例為1:5，即係當市民支付港幣1000蚊，金融機構就會支付港幣5000蚊。透過唔同比例嘅收費，令大家更明白調解計劃係希望對金融服務消費者提供適度嘅保障。當糾紛發生，各位仍然有公正嘅平台處理事件。